看花莲的德溪乡部分部落是使用简单的自来水管线接水，也毋过最近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因为主委改选水管破气，拢找无人通处理，后面众是真不满，嘛开部落会议来抗议。 拍开倒落部落的水道头，正在徛家拢面对无水通用，就算有水，这水也嘛是有够细港。因为山区简单自来水的管线闭气，拢无人修理，互部落一个一摆开会，抗议政府无在管居民用水的权益。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发生这个问题了，只是说一直在今年从918大地震过后，然后我们一直都。 水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。杜溪乡因为使用简单自来水管线，成立管理委员会来负责修正和修理。但是今年9月，原本社区的主委交接予新任主委的定书，是引起村民质疑讲无照新的组织中庭11月11做改选，但是县府甲打也未协议。既然我们都经过选举，然后就应该要去做下一步的交接，可是。 因为碍于新的团体，就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个县府的核备公文，所以就变成都新旧，就现在是目前是有点像是停摆的状态啦。县府原民处回应讲，9月社区的主委交接予县地主委定书并无问题，部落若要召开新的选举，嘛应该予县地主委来主持，公所维修的部分会先请公所来协助。依照他的组织章程，他的临时会议是要主委来召开。 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或者1/3的委员提起，所以那天看起来，第一个主持人召开的不是主任，不是 B 主委；第二个是，他也不是1/3的委员提起要开会，就是部落会议主席他还开会嘛。 其他部落的居民是讲，管委会新旧任主委之争，结果苦的拢是部落的族人，希望政府会当更较积极来帮助因，厘清争议，嘛较紧解决用水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